这茶我喝不了。秋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自焚？子庸哥，自马永奎来到吴县后，百姓们都遭遇了什么？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如果马永奎不死，那吴县的百姓们就永远都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加入小刀会了？不是我，是景墨。但我支持他，我不想看到你们为敌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啊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我才会来找你。马永奎对我有知遇之恩，如果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我要在这个位置上坐稳，我有我的目的，你知道的。我要的是，如果有一天，当你累了、倦了、无路可退时，我这里是你随时可以走的最后一条退路。我没那么善良，我心里容不下其他，在这里，只有你。你可以不爱我，但你不能责备我对你念念不忘。你让程景墨退出小刀会，我就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以后，你就当我是个恶人吧。可你在我眼里不是恶人，从来都不是。从前的你热心善良，愿意为素不相识的百姓去与赵新民争辩。那时候的你虽然没权没势，但在我眼里，你是个英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成了马永奎的帮凶，成了刽子手。我有我做人的原则，我没有滥杀无辜，我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那即便你没有滥杀无辜，可马永奎那么做了。为什么马永奎现在像个缩头乌龟一般，躲在马公馆里不敢出来？那是因为他害怕。他害了那么多人，迫害了那么多家庭，就连他的枕边人，也是他强取来的。就算他现在放下屠刀，也无法洗脱他的罪行。那是他，不是我。那我这条命是怎么从他手里捡回来的？你忘了吗？将来如果程景墨在小刀会遭遇不测，谁来保护你？只有我。子庸哥，你是和我们一样的人。少爷，这几天天气不好，您的腿得提前预防一下。来，你来泡泡脚，我给你捏一捏吧。先放这儿吧。坐。可是，这水放凉了，药效就不灵了。这里面加了牛膝、秦椒、泽兰，还有赤芍、防疾等10几味中药呢。我都说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丫鬟了。以后像这种事，交给冬梅去做就好。我习惯了，少爷，您别介意。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明日就和夫人在家里等我回来。燕青这几日一直憋着，不敢说，其实心里特别担心少爷你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我可是有枪的人。可是那帮坏人他们也有枪啊，万一少爷你有什么3长2短……你个乌鸦嘴说什么呢？我才不会有事呢。少爷，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不然燕青替你去吧。你看，果然有人骂我了吧？谁呀？
查理啊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人打喷嚏呢，打1次，就说明有人在骂他。查理走的时候可是特意交代过我，绝对不能欺负你。所以明天啊，你就和夫人在家里好好等我回来就好。坐。燕青，你别看查理平时表面上吊儿郎当的，其实内心是个很柔软的人。少爷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遗嘱我已经立好了，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我要是有什么不测，家里的家产，你和夫人1人1半，拿了以后就去上海找查理，这样我也好放心你。少爷，您别说这种话了。少爷没事吧？老板，你今天盐放多了。嗨，我下回注意啊。你说咱现在走了，子庸哥会不会想咱们？他不得想死啊！我估计也是。吃吧。对了，子庸哥，你要不要也来一碗？要。老板，再加一碗馄饨，少放点盐啊！好嘞，马上来啊！司令长，我说秀云啊，哎，把那个衣架上那件防弹背心啊，可得给我备好喽。现在每天出门啊，不带上它，哼，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啊。司令。哎，
司令呢？我要找司令评理。嚷嚷什么呀？嚷嚷！哎，又来一个！我也是来找司令评理的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真有意思。哎，我说一大清早的，程家、刘家二位少爷结伴而来，有何贵干？我呸！谁跟他一块儿来的？不要脸！我去你的吧！谁跟你一块来的呀？我是来找司令评理的。我也是来找司令评理的。嘿，我马车先到的。你要不要脸啊，刘小坤？我先到的，你瞎呀？你瞎！我马车先到的，你看不见呗？我先到的。我先下的车，你没看见啊？瞎呀！瞎呀！真有意思。怎么着？你一品民风牛呗？我就是牛，怎么着？我们可是茶王，你不服啊？哎，我就不服了，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什么？司令，那2个茶行的少爷来找您了，好像是斗着气来的，说是找您评理。评理？呵呵。哎呀，好事啊！这大早上起来就有财神送上门，我也没有把财神拒之门外的道理啊。放他们2个进来吧。对了，身上给我搜干净喽。是，司令。我们司令说了，跟我进去吧。走啊！哎，嚷什么嚷你？先进，我就先进，怎么着？不行，我就要先进。哎，你给我别吵了啊！凭什么你先进？说吧，司令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。他们程家也太欺负人了，说什么我们刘家的一品民风是沾了你们程家的光才卖出去的，要收什么产品附加费。你刘家全是沾的我程家的光，我问你收点钱怎么了？2位少爷都是年轻有为，都是做大买卖的人。我马某一介武夫，实在是搞不懂你们生意人的那些弯弯绕啊。不过我马某人做人一向公正，不偏私。可是最近呢，我一直也是在为了我的军饷而发愁，也正想跟着2位少爷商量商量。司令，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，不知可否跟您私下聊聊？哼！哎呀，程家少爷果然是人中龙凤。既然如此，移步书房吧。哎，司令，我也有好点子。司令，都急什么呀？你又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。你是不是他娘的不想活了？张子由，你娘的反了！你再说一句，我就崩了你！这是上回的价吧？这回我要8成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，替无县成百上千被你迫害的百姓报仇！我认识你，你叫张麻子，对吗？只要你把枪放下，我可以对你既往不咎，而且我还可以升你做队长，怎么样？去死吧！司令！张思佑。
动手！我张子雍做人向来都有原则，从来不滥杀无辜。只要你们愿意放下枪跟着我，我绝对会善待你们。宋老三已死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马永奎，你早该死了！我就是知道你这府邸机关重重，才特意把你骗到这书房来的。没想到，你最后还是死在了你的贪心上。求你们，不要杀我！我知道错了。你们程家的钱，我一分都不要。我还有女儿啊！我的女儿是无辜的。张麻子，动手！你让我出去啊！外面发生什么了？小姐，你还是在房间待着吧。他是为了你的安全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，小姐？我胃好疼啊！小姐，我有很严重的肠胃病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先坐下。我一天没吃东西，你要饿死我！小姐，要不我先给你拿点药。不知道我会攻反，蠢货！张景墨，都说你聪明，你真是机关算尽，百密一疏啊！啊！诬陷想让我死的人很多，但绝不是你程景墨。今天你必须死，不光你要死，你们程家所有人都要死。不会有这个机会的。你怕是没有这个机会，看我怎么虐待他们了。马永奎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所欠人民的，老天都会让你加倍的还回来。你个畜生！程景墨，你话有点多呀。你们是怎么看着他的？是他把周真打晕了，自己跑过来的。送他回去。是。
少爷回来了。少爷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，受伤了吗？没有，你们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太好了，少爷，太好了，少爷，你这腿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别人的血。对了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马永奎死了。你走，这里不需要你。杀父之仇，不够太爹。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开枪杀我爹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。你走吧。
这是子庸哥让我们还回来的，还有过去马永奎强加的税赋，已经被取缔了。好。少爷，该吃药了。都说了，以后这种事让冬梅来就行。我习惯了，也改不了。你就喝吧。坐吧。哎，燕青，你在我程家待了这么多年，辛苦你了。如今马永奎也死了，是时候为你自己考虑考虑了。少爷，您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查理喜欢你，对吗？那你喜欢他吗？燕青，如果你愿意继续留在程家，我程家一定会对你负责到底。可如果有一天你有了自己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如果我离开，能让少爷和夫人有个好结果，那我会毫不犹豫的走。你怎么又站起来了？习惯了。坐吧。哎呀，不等少坤了，这孩子又不知道去哪玩了。哎，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吃饭呀！东宁都饿了。来，东宁，这是娘啊特意为你炖的参鸡汤啊，来。谢谢伯母。哎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吓着东宁了都。我刘兴洲的2个儿子是一文一武啊，我这当爹的呀，自豪啊！你自豪个什么劲儿啊？这都是我当妈的培养的好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哎，少坤，来，快！哎，你这孩子上哪玩去了？我尝尝这汤好不好喝？都是你爱吃的。赶紧过来吃饭。东宁，少谦，怎么？少坤，东宁不是要生了吧？你马上去程府，给程老爷、程夫人报信，快！好，娘，这怎么办啊？还有你们2个，快去请稳婆。是。坚持一会儿，东宁。快点！程三老爷，你来干什么？程三老爷，东宁嫂子她快不行了呀，程三老爷啊，她快不行了呀！你说什么？真的，对，她快不行了呀，程三老爷啊，你快去我家看看吧，程三老爷。对呀，快走啊！东宁他怎么了？哎呀，快！圈儿，快点！这边，在这儿！快！圈儿，看着点啊！怎么样了，爹？刘少乾，我家东宁怎么了？东宁他……你快说！哥，生了！东宁生了！我去看东宁。我也去看看东宁。生了！生了！母子平安，是个大胖小子。来，小心！哎呦！你看看，
程老爷，想看，真的是大胖小看呗。对呀，像。小心小心，小心啊！小心，这可是我孙子啊！小心。这孩子长得多像我们家东宁啊！哎呦，这像我儿子。东宁，你受苦了，你受苦了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爹，爹，辛苦了。女儿啊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长得很像极了。可青青非得说，像他家刘少钱这个臭小子。爹，东宁知道，您一定会谅解我的。你永远是爹的乖女儿。少钱，你以后可得好好对待他们母子啊！要是敢欺负他们，我第一个揍你！岳父岳母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对东宁好的。好好养身子。回头啊，让你娘弄点补身子的送过来啊。好。婉如呢？她去哪儿了？他去了普惠庵了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无缘不成夫妇，无冤不成子女。这是我的人间业缘，我愿用余生，为那些被我爹伤害的人诵经祈愿。这就是婉如，施主，凭你法号，真真。你为什么要选择出家？我无牵无挂，无欲无求，只想在这佛门净地之中，替我爹好好赎罪。你爹的罪，不该由你来承担。历经百千劫，所作业不枉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人生无常，苦多乐少。子庸哥，你若记着婉如，她便永远都活着。贫尼告辞了。这么着急叫大家伙儿来祠堂开会，是为何事啊？
今日召集大家前来，是有一件事情想与大家宣布。阮秋水从此脱离程家，还他自由身。景墨，你这是何意呀？阮秋水虽为双父，但是他与程家有着不小的关联，若是放他自由，怕会有损我程家的颜面。今日谁说都没有用，我程景墨死也要这么做。我反对。阮秋水和我爹拜堂未成，当年各位叔伯长辈要将阮秋水进猪笼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才认他做我的小姨娘。加上之前程家给阮家的彩礼钱，现已悉数还清。阮秋水实在没有必要继续留在程家，做这个徒有虚名的程夫人。这是我替各位叔伯长辈从刘家取回来的地契，大家觉得呢？这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我赞成。我也没意见。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小叔，明日将地契给各家送去。是。景墨。你可以离开程家了。离开程家？什么意思？还你自由身，做回曾经的阮秋水。不可能的，大长老他们不会同意的。他们都已经同意了。明日随我去祠堂。哎，大侄子。小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刚回。这几年不见，你身高长高了不少嘛。这位就是你给我的惊喜。小叔，我在信里不是都跟你说过吗？咱们进去吧。阮小姐，您里边请。走，不错嘛，大侄子，哈哈，挺漂亮啊。爹，哎，见过大伯。大伯。嗯。
程家的列祖列宗。从此，阮秋水与程家无关。锦墨呀，东旭在国外学的商科，回家之后应该能帮上一些忙。如此便再好不过了。有小叔帮我，以后景墨身上的担子也能轻一些了。既然景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随时听候你的差遣呗。各位长辈，请放心吧。以后啊，你要把在国外学到的一些知识都用出来，帮锦墨。放心吧，爹。恭喜你，终于离开程家了。是啊，这一切就像一场梦，终于醒过来了。我要离开了。那不回来了？那你答应我件事吧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一定要好好活着。好。你也答应我一件事情吧。什么？为你自己活一次。好。子庸哥。替我跟程叔抱歉，不想打搅你们一家团聚的时刻。不愿说再见，伤会模糊双眼，就让爱演一场离别，空气中搁浅，画面被冻结，想要说我爱你，被吹散了一地，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大英雄。
回来了。啊，秋水，爹，我离开程家了。真的？我的名字在程家族谱上划掉了，这证明着我以后不叫程夫人，不叫程阮氏，叫阮秋水。太好了，好孩子。程景墨，程景墨，景墨兄，程景墨，程景墨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一张报纸啊。哎呀，看仔细一点。国内第一例离婚事件。程景墨，你和燕青离婚吧？查理，燕青，哎呦，你拿来，拿过来。燕青，看。离婚？这离婚呀，他是拥有新思想的新青年。他和写休书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你们若是登报离婚，那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，你们两个和平且平等分开了，就像是左手和右手。啪！我做不到，这对燕青。但现在能离婚，体体面面的，多好。好，既然这样呢，那就让我来做个见证。程景墨先生，你的心里只有一个女人，那就是阮秋水，对不对？燕青小姐，你愿意成全程景墨和阮秋水这对苦命鸳鸯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大家目标一致，那么就由我做主，你们两个离婚，我来主办。交给查理来办，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燕青。燕青，当初和我结婚，是为了成全我和秋水；如今和我离婚，也是为了成全我和秋水。谢谢你。少爷，燕青也要谢谢你。不管是当初的结婚，还是现在的离婚，对于燕青来说，也是一种成全。那个，我有点饿了，咱们吃点宵夜。我去准备。谢谢景墨兄。我去帮忙。还是我去吧。啊，我去。燕青，是景墨逼你离婚的吗？我是自愿的，我想好了，这样是最好的结果。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有少爷和查理替我想着呢，你放心吧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他们都替我安排好了，我还愁什么呀？倒是你，秋水姐姐，以后你的人生就在你自己手里了。
婚告成，太好了！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，这可是我们报社的大新闻。那当然。现在上海人离婚都要登报启事，你们这可真是无县第一例呀！总要有第一个。没错，做人呐，就要做第一名。快快登报登报！好，我现在就回去准备。麻烦了。今天我就要看到。金木兄，燕青已经是自由身了，你打算怎么安排他呀？我还没有想好。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程家一定不会亏待他的。没事儿，我替你想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来来，喝茶喝茶。秋水姐姐，你还是不开心吗？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其实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对少爷的感情。查理说的对，我和少爷是在一起10几年的亲人，对少爷呢，只是一种从小到大养成的依赖感。不相爱的人如果勉强在一起，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。但你和少爷不是，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We are back。都办妥了吗？当然。明天，全无县的人都会做个见证。那就好。秋水姐姐，你应该替我高兴才是。你开心点嘛。秋水姐姐，现在我和少爷可都是自由身了。好了，既然大家这么开心，我们就来庆祝一下。这第一嘛，庆祝你们一别两宽，大家各自安好。第二点，庆祝我们水墨茶行生意蒸蒸日上，越做越好。第三嘛，庆祝我们所有人都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。你看我干嘛呀？燕青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少爷，秋水，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经历了这么久，这辈子谁都休想再让我放开你的手。景墨，你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像报纸上写的这样，和平离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和燕青不再是夫妻了。是因为他吗？是。景墨，这四叔得说道说道你，你这样做，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不太好吧？感情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要自己做主。你不在乎影响，可程家在乎啊。我们之前都支持他离开程家，可你立马又回头和离了燕青，你让别人怎么说我们程家呀？我不管别人怎么说程家，日子是我自己过的，我要遵从自己的内心。你是程家的家主，你的一举一动代表着程家的立场和脸面呐。大爷爷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
哼，小叔，进来吧。你这个是这是？怎么？别犯糊涂，赶紧拿过来。大爷爷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打小我就对生意上的事不感兴趣，这几年勉强做下来，实在是有些倦了。正好小叔在国外学的是经商，把生意交到他手里，大家也可以放心。这样一来，我和秋水在一起，也不会坏了程家的名声，岂不两全其美？我说大侄子，你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。你跟我说来这儿有好事，结果你要推卸责任，坑你叔我。行了，接了。爹，小叔，这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反悔啊！我相信把生意交到小叔手上，他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好。他行，他肯定可以的。而且我也不是撒手不干了，之后我会继续在西山茶园为咱们程家研制新茶的。大侄子，我说这事儿我还有没有反悔的余地了？没有，不反悔。爹，各位长辈，具体的信函变动也由乔叔来发放。好，谨墨在此，谢过家人。哎，那小子干嘛去啊？了却红尘千万事，平生响应一人心。大伯，坐下。哎，东旭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这生意全部交到你手里了，你可要打理好，你可不能学当年你爹那样。哎，你这说什么话呀？我儿子可是刚从国外回来的，喝了洋墨水的。你要把从国外学到的东西都用出来，把咱们程家干好、干大啊！跟大家表个态。现在既然咱们程家的管家之权落到我东旭手上，我想跟大家各位长辈说一下，我一定会把在国外所学到的一切，来发展咱们程家，让咱们程家的家业更上一层楼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东旭都表态了啊，大伯，你也放心。好，好。查理，你以后可要对我们燕青好一点哦。我跟秋水会常去上海看你们的。我才不用他对我好呢。我想先把上海师范读下来，然后以后继续来程家做事。到时候，少爷、秋水姐姐，你们一定要继续收留我。等一下，你都在上海读书了，可以在上海工作吗？干嘛非要回程家啊？我跟这儿有感情啊，怎么啦？好吧，都依你。少爷，秋水姐姐，我会想你们的。燕青，一路保重，好好读书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快出发吧，一路平安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走。走了。少爷，秋水姐姐。
韩生。再见。哈哈哈哈！好。哎呀，话说要换到以前，别说咱俩在这儿看戏了，可能就直接去戏台子上打起来了。这还不都怪你？我做什么你都要跟我对着干。哎，我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，你怎么就那么讨厌我？小时候，我爹老在我面前提你，总说你比我厉害，我就不服气，自然看你就不顺眼呗。怎么，现在看顺眼了？现在啊，咱俩都是过命的交情了，恐怕只会看对眼啊！哈哈哈哈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以后，你和你的小刀会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好了，我准备投身于革命。毕竟在无限这个地方，我和我的小刀会再待下去，迟早是要解散的。不如带着我这帮兄弟闯一闯。现在唯有革命，才能拯救中华。那你爹娘怎么办？有我哥和你小姑姑在呢，而且只有天下太平，他们才能其乐融融。现在啊，又添了一个小家伙，自然就不需要我了。刘少坤儿，你记住，战场可不比无限，没人让着你，好好活着。至于家里，你不用担心，现在程刘两家亲如一家，会彼此照应的。景墨，这一别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了。哎，嗨，来来来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放心，有我在。刘少坤儿，啊，你一点都不傻。哎呀，你呀！少爷，还记得这水牛吧？能不记得吗？小的时候一看见它，就想骑上去，你生怕我从上面掉下来。可不嘛，你非要骑，我又拗不过你，一上去你就摔。这回家啊，可没少挨老爷的打哟。哎哎哎，这事儿可跟我没关系啊。如今这军阀混乱，你也出去革命了。少坤啊，嗯，你也终于长大了。
是啊。不过圈儿，你老了。哪有？不管怎么说，像马永奎这样的军阀势力，还会再次来到无县。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爹娘，保他们周全。如果我回来，他们要少一根汗毛，我可拿你试问啊！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时候我的腰间可是别着枪的啊！你在外面也得给我小心点啊！这外边跟咱们无县不一样啊，这外边兵荒马乱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可没有人再像我这样照顾你了。圈儿，一直以来都没喊过你一声哥。少爷，你这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了，也不知道这么美的景色还能不能一直美下去。圈儿哥，少坤就此别过了。没事，少爷。无论你走了多久，我就在家等着你。我跟老爷夫人，还有大少爷，还有嫂子，走。走，撤！老乔，老乔，梅师傅啊，辛苦你了。今年茶叶产量也是个大丰收啊！是啊，真的不错呀。你看，这一品明风和上品炒青，出芽都非常不错啊。是啊，咱们茶坊今年的生意一定会很不错的。咱们城市茶叶能有今天，也是多亏了梅师傅啊。哎，现在军阀没了，咱们也可以安心制茶了。你看，那片是少爷今年刚试种的新茶，还有开安那边。景墨，燕青来信了。这个傻丫头，在上海还惦记着我的腿呢。她说她自己呢在上海过得很好，让咱们别担心她。她在那边很认真的学习，功课呢也很优秀，查理还会每天接她放学。你看，我就说这查理不简单吧。房东兼司机，把咱们燕青看得死死的。秋水，咱们俩怎么着也得赶在他们之前吧？赶在他们之前干嘛呀？程景墨，我爱你。